老友記，平時我哋買餸始終都係覺得街市啲生肉、鮮菜最靚。不過有時天氣熱，想貪有冷氣涼，或者夜晚想去掃下特價嘢，就難免會行下超市。入到去見到地方企企理理，直覺就覺得啲嘢實乾淨過街市啦。早前我同一個喺超市做咗10幾年員工飲茶，佢同我爆咗超市入面嘅猛料。原來呢種表面上嘅乾淨，反而收埋咗好多你睇唔到嘅邋遢嘢。今日就同大家踢爆，超市入面邊幾個位最污糟，最容易贏我哋街坊笨。第一，手推車，暗藏邋遢嘢。入超市第一步通常係拉架手推車。大家諗下，架車日日幾千人摸過，上一手分分鐘啱啱揸完舊生魚，一手腥味就揸落個手柄度。我哋推完車，千祈唔好順手又去呃眼或者摸啲生果。教大家一招，揀生肉海鮮嗰陣，扯多2個透明平口袋，笠實個底，費事啲血水滴到周圍係。買完返屋企，第一時間用返袋洗手，咁就最穩陣啦。第二部分，散裝雪藏食品與生鮮蔬菜嘅隱患。行到去擺滿散裝食品嘅雪櫃，之前同大家講解過成分問題，但其實就算成分冇問題，呢種開放式嘅陳列本身就隱藏住另一個盲點。前員工提醒，呢啲雪櫃長期打開，加上人來人往，好難避免飛沫或者顧客雙手嘅接觸。更現實嘅問題係溫度控制。佢話頂層嗰啲長期暴露喺室溫空氣中，根本好難維持喺標準嘅-18度。大家如果見到啲食品表面結冰或者有倒汗水，就反映佢哋已經經歷過多次溫度起伏，質素自然會大打折扣。相比之下，簡密封包裝嘅產品喺衛生同溫度穩定上點都比較有保障。去到蔬菜區，一大筐打開口擺喺度嘅散裝菜，面對緊類似嘅陳列風險。好多長葉菜主要擔心亞硝酸鹽，其實喺正常發酵過程入面，亞硝酸鹽喺頭幾日達到高峰後就會回落。而值得留意嘅係，蔬菜長期暴露喺空氣中，容易滋生雜菌，仲會產生氧化後嘅生物胺。簡單講，即係會刺激腸胃嘅微量毒素。對於腸胃敏感嘅長者，食完好容易引起腸胃不適。買密封包裝嘅蔬菜，有清晰嘅生產日期同密封環境，係一個更理智嘅選擇，避開咗陳列盲點。第三部分，方便半成品嘅潛在風險。我哋睇下超市為咗迎合都市人方便推出嘅各種半成品。一盒盒攪好嘅免治豬肉，的確慳返唔少時間。有時見到店員即場攪肉，感覺上好新鮮。但當我哋將焦點放喺部攪肉機入面，情況就未必一樣。前員工同我大爆內幕，佢透露部攪肉機未必日日徹底大洗，一日運作落嚟，入面嘅組件難免會積聚肉碎同油脂。碎肉暴露喺室溫嘅時間越長，細菌繁殖就越快。自己買完塊肉返屋企用碎肉機處理，又或者選擇大型品牌喺符合嚴格衛生標準生產線下包裝嘅急凍免治肉，質素會穩定得多。去到蔬果區，一盤盤包住保鮮紙嘅切開生果，睇落非常方便。不過以業界嘅成本管理去睇，前員工話行內有一句真實嘅說話，叫賣唔出就係黃金。外表完整完美嘅生果必然會優先以原價出售。當生果撞瘀或者開始變壞，業界常見嘅做法就係切除損壞部分，保留正常嘅果肉切件出售。呢個雖然減少浪費，但潛在風險在於，如果生果撞壞發霉，霉菌可能已經延伸到肉眼，睇落正常嘅果肉，加上店鋪入面共用刀同砧板，亦有交叉感染嘅可能。如果真係需要買切件生果，盡量揀保鮮紙，包裝完整，表面冇積水嘅批次。返到屋企，將表面稍為切去少少先食，係一個實際嘅防範做法。同樣主打方便嘅，仲有凍櫃入面嘅即食沙律。提醒大家，呢類產品唔會經過高溫處理，一旦喺生產包裝過程中有輕微污染，袋入面嘅水分就會成為細菌嘅溫床。對於孕婦或者免疫力較低嘅長者嚟講，進食受污染蔬菜嘅風險唔可以睇小。買完棵菜返去自己拆開浸洗，雖然用多幾分鐘，但換來嘅係實在嘅安心，避過咗頭2層環境同生鮮嘅衛生風險。其實超市仲有另一種唔乾淨嘅地方，就係佢哋嘅定價同包裝手法。我哋而家嚟拆解
超市最擅長嘅一種笨手段，點樣利用特價牌同大包裝去呃我哋對眼。好多人夜晚去超市，期待就係見到燒味熟食貼住黃色嘅特價牌。嗰位前員工同我講，好多街坊最中意特價掃貨，但佢自己就極少買。佢解釋，大家要知，熟食櫃喺夜晚時段入面嘅食物，其實已經擺咗大半日。如果個暖櫃唔夠熱，啲嘢攤凍晒，細菌就會開始瘋狂滋生。街坊習慣返屋企用微波爐散熱殺菌，但事實係食物喺室溫擺得耐，細菌會分泌出一種高溫極都唔死嘅毒素。呢種毒素係普通家庭微波爐加熱破壞唔到嘅，食咗依然有機會肚痛。前員工建議，如果真係想買特價熟食加餸，盡量揀鹵水嘢，避開白切雞同埋蜜汁叉燒，因為白切雞擺到夜晚已經出水霉晒，無雞味，而蜜汁擺得耐氧化產生嘅劣質甜味，對血管亦唔好。買之前隔住個盒感受下，睇下係咪仲保持住熱度。前員工仲提醒我哋要小心超市糧油雜貨區嘅數字遊戲。消委會嘅調查報告不斷提醒，市面有明減暗加嘅縮水通脹。依家啲廠商好精嘅，面對成本上升，佢哋唔會直接加價，而係將產品容量偷偷減少。餅乾或者粟米片包裝外觀同以前完全一樣，但重量可能由500克減到450克，價錢無變，但變相其實係偷偷地加咗價。前員工教路，要避開呢個數字陷阱。我哋唔好睇個包裝表面咁大個就以為抵買，都唔好被家庭裝、加量裝呢啲大字眼影響，而係要養成抬實下面嗰行細字標籤嘅習慣，睇清楚每100克或者每100毫升到底賣幾錢。買之前對比唔同牌子或者大細包裝嘅單價，你自然會發現有時買2件標準裝計落仲平過買所謂嘅特大家庭裝。順帶一提，買完包裝好嘅糧油乾貨或者飲品返屋企，好多人會直接放落櫥櫃或者塞入雪櫃。前員工就話，你冇睇過啲貨喺大倉同後勤點樣擺，一板貨推來推去，無可避免會短暫放地下，包裝表面難免積聚灰塵，所以買完飲品準備放入雪櫃，或者將乾貨放入米缸櫥櫃之前，用微濕嘅布抹一抹個外包裝，已經可以阻截好多灰塵。第5，急凍海鮮嘅打水陷阱。最後講下好多主婦都中過招嘅海鮮陷阱。大家買包急凍蝦仁，返屋企解凍之後，發覺縮水縮咗一半喎。點解啊？因為表面鋪咗浸口冰嘛。呢啲行內叫打冰喎。你以為買緊1磅蝦，分分鐘有一半錢係買咗啲冰水。要避開呢個陷阱，買嗰陣一定要睇清楚包裝上面有冇標明正重，呢個先係真正嘅重量。仲有呀，揀蝦仁嗰陣留意下顏色，正常嘅蝦仁帶少少自然嘅青灰色或者粉紅色。如果表面白雪雪、透明反晒光嗰啲，就有機會係浸過藥水，想令到佢冇縮得咁勁。千祈唔好貪靚去買啊！今日老林講呢啲超市嘅秘密，唔係叫大家唔去買餸，而係等大家學識避開呢啲陷阱，做個精明消費者。如果覺得今日呢條片幫到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分享俾身邊負責買餸嘅屋企人睇下啦。我哋下集見，拜拜。